聯合國安理會本地是初三要表決巴林的提議，授權使用必要的防具手段，保護各國的商船安全通過荷姆茲海峽。不過，煞是因為拄到假日，延到後禮拜。頂日啊，這伊朗是捌講，除了美國甲以色列的船，其他國家的船攏會當經過荷姆茲海峽。4月初2到今，已經有5隻船平安通過。拄着聯合國的假日，耶穌受難節，聯合國安理會原本要佇初三表決巴林的決議草案，將授權使用必要性的防禦手段，保護荷姆茲海峽的航運。不過這項投票只好延到下禮拜，不過具體日期還未公布。نحن واثقون من أن مشروع القرار ينسجم مع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مع أحكام اتفاقي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لقانون البحار التي نظمت حق السفن في المرور العابر في المضائق الذي لا يجوز أن يعاق كما تفعل إيران اليوم ونتطلع إلى موقف موحد من مجلسكم الموقر خلال جلسة التصويت على مشروع القرار غدا بإذن الله. 規政處10個理事國的支持這項草案修改真濟擺，不過並較引用聯合國憲章內底允准安理會授權使用武力以維護和平的原則。不過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博昌發言表示，若授權武力恐驚讓中東局勢進一步升級，造成更加嚴重的後果。中東歷史反覆告訴世人，武力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治解決才是唯一出路。阿拉伯國家在處理中東問題上擁有地域、歷史、宗教等獨特優勢，擁有從悠久文明中繼承的和平智慧。國際社會應支持阿盟和阿拉伯國家積極開展預防衝突、斡旋調解。據海運的數據來看，4月初2到即馬已經有3隻阿曼的郵輪、1隻法國的貨櫃輪，甲1隻日本的天然氣船順利通過荷姆茲海峽。為緩解因為美國聯手以色列對伊朗開戰造成的能源危機，意大利總理梅諾尼無附近訪問中東，要甲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甲卡塔等領導階層見面，因為這國家供應意大利15派石油。另外，意大利媒體的報道，梅諾尼這擺訪問不是求歡，是要下還受伊朗攻擊的海軍友伴。公視新聞新竹培報道。